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是2020年11月初7。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78篇第1节到第7节，约书亚记20章第1节到第9节，马太福音24章第1节到14节。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是逃城。英语 refuge 伫中文的翻译是讲避难所，也是讲咱讲难民营，也是稳藏的所在。这个翻译甲旧约中间咧讲的逃城的概念，意义顶悬有某种程度会无同款。根据旧约约书亚20章的经文来看，逃城是互遐个毋是故意杀人犯罪的人去逃避遮个受害者的家属报仇的一个所在。照现在法律的看法，遮个非故意的犯罪的人嘛，拢会通得到对轻的刑来接受判刑。这有小可类似逃城的概念啦其实伫台湾的早期有一种旧的城市的建设一个物件叫做隘门早期咱知影有真侪对中国过乌水沟来到台湾的早期移民。因对中国来时是对无共款的乡镇来，敢若亲像即摆的现代移民共款，到一个新的移民的国家，因总是会想办法先找一寡熟悉的人。有当时无拄讲拢有熟悉，但是若会当找到一阵对共款的语言、共款的故乡来因咧一个就斗阵会起来安尼像咱我。西班牙人讲西班牙语的人，就拢斗阵安尼讲日语的人也斗阵安尼。因此，咱看见早期台湾的侪的即个城市的经过，拢有即种部落的感受，就是讲共乡的来的人因毋是共乡，就是对用家族做单位啦这个因所住的即个社群的范围外口，通常拢有一个小小的围墙。迄个路通到这围墙的所在，就会起一个门，这个门叫做隘门就是甲即个区域甲迄个区域做一个隔离安尼啦这隘门是做隔离的功能那通常伫隘门中间伊有两个门。一个是大门两扇安尼，另外一个是小门当然普通时敢若开一个小门啦，然后必要，比如讲嫁娶啦，啥物才开迄个大的即个隘门根据传说啦当一个人若出外甲别个乡里的人，也是讲别个人有求婚的时阵，特别去受到攻击，去互拍安尼伊就会当一路走沿路走，沿路化休安尼因即个部落的人若听到也是讲因家族的人是听到就会出来帮忙。安怎帮忙？就是讲等甲迄个人咧化休的即个人走入即个隘门了，隘门就甲关起来，一群人就伫内底咧等当然外口的人就毋敢入来啦，因为已经是无共款所在，是别人的即个角头伊毋敢入去嘛会去互拍呢咱先无论讲即个纠纷是怎样造成啦，是啥物人的毋对，但是庄头的人基本上伫听到的时阵嘛无时间去问所以因就先门拍开，然后入来了门关起来，先保护家己的人才去讲。伫这意义顶悬，隘门甲圣经咧记载即个逃城。游园有淡薄的无啥共款的所在但是伫即个意义功能顶悬来讲呢，基本上是不离接近啦不离接近，就是讲只要入来的人，因甲即个门关起来，就有保护的功能。
伫信仰上道成基本上是上帝所赏赐的救恩，赏赐遐需要的人，就是咱讲避难所吼。对救恩的角度来看，这避难所，咱讲道成是提供互所有愿意入来的人的，基本上是无条件的啦吼。亲像咱时常摕到约翰福音第3章16节到17节所讲的，因为上帝将独生囝赏赐互世间，搁互世间所有信伊的人袂沉沦，会得到永活。听世间到底安尼，因为上帝找人子来世间毋是要审判世间人，是要互世间对伊来得到救。经文讲的是，既若信伊的人啦，吼，所有愿意入去道成的人，拢会当得到救，这基本的概念。所以，有的人检测会认为讲，安尼都无是非啊咧吼，无论啥物人拢会当入去啊吼，安尼到底是要哪讲吼？咱若用圣经的角度来看，迄个伫耶稣十字架边仔的强盗咧困求耶稣纪念伊就得救啊。另外，迄个呢，伫遐咧踢笑吼，伫遐咧摆脱耶稣的救恩吼，的人伊就甲救恩无关啦吼。所以进入避难所是讲道成是无条件的吼，但是嘛亲像圣经甲咱讲的，这个救恩是白白得到，嘛爱白白来付出，也是讲要分享啦吼。当然嘛是需要悔改，亲像。咱昨嘛有引用这个大笔的诗篇51篇16节到17节讲，因为你无爱祭物，若爱我就要献，小祭你也无爱，上帝所爱的祭就是忧伤痛悔的心。上帝忧伤痛悔的心，你无要看轻伊，我想迄个悔改的心是非常重要。进入然后悔改，亲像迄个浪子故事中间的。细汉囝伊愿意转来，就得救。来看迄个大汉囝呢？伊虽然甲伊老爸住做伙，但是伊安那，伊无有即个接纳老爸迄个心，所以就失去迄个救恩。虽然伊住伫迄个老爸家内底。现代来讲，咱的道成是啥物货？亲像上礼拜伫阮所住即区有大火。造成真侪人爱需要强制来撤退，因的道成第一个就是爱走会开啦吼，愿意离开安尼吼。然后第二个就是讲爱去到较远的所在，是政府规定因的所在去遐踮的，也就是讲离即个火灾区搁较远的所在，因会当家己去。当咱咧面对无限的试验会侵略的时阵，咱的道成是啥？咱的道成除了上帝的保守以外，就是讲个人爱做好防护的即个工作，爱勤洗手啦，爱戴喙篮啦，吼，随时来清气啦、消毒等等这代志。将来检测有这疫苗啦，吼，嘛有药物啦，吼，但咱毋知影。但重点就是讲，咱需要愿意去配合，就是进入吼，愿意去执行进入这道成。才会当得救。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11月7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78篇第1节到第7节，约书亚记第20章1到9节，马太福音24章第1到14节。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逃城。在英文呢 refuge。中文的翻译，我们翻译成避难所啦、难民营啦，或是隐藏之处啦。这个基本上跟旧约中所说的逃城，在意义上是有某个程度的不同。根据旧约约书亚记20章的经文来看，逃城是给那些非故意杀人者去逃避被人追杀报仇的一个地方。我们从现代的法律来看，我们也知道那些非故意犯罪的人，法官基本上都会从轻量刑啊。这个做法其实也蛮类似旧约这种逃城的概念了哈。
我们从台湾早期的城市社区的建筑来分享哈，有一个颇为类似的建筑哈，我们称为这个爱门哈。这个爱门呢，是因为早期从中国过这个黑水沟来到台湾的移民，他们从中国的不同的这个乡镇来，那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就像现代的移民一样，到了新的地方总是要想办法去找一些有共同点的的熟悉的人，其实不见得会有熟识的人。但是比如说讲同样的语言啦，像讲西班牙话的啦，讲日语的啦，或是讲中文的，就会比较容易聚在一起。早期台湾的移民就会直接去找这个台湾教会，在1970到1980年哈，那这一些人都聚在一起，住在一起彼此有个照顾，那就成为一个聚落哈。那聚落的范围就会有一个围墙，然后这个道路通到围墙的时候，就盖了一个门，叫做爱门，作为这个内外的区隔。通常呢，爱门是有2个门，一个是大门双开的，一个是小门这个单开的。那平常当然只开这个小门，因为人进出而已哈。那根据传说呢，当有一个这个在聚落里面的人出去外面跟人家有纠纷，特别是遭受攻击的时候呢，他就可以一面的逃命，一面的呼喊救人啊，这个帮助我啊，怎样怎样好这样聚落里的人或是亲人听到了，就会在那个门那边来预备。一旦这个人呢一跑进去这个爱门，他们就把门关上。一般而言，外面那个人就不敢进来了，因为这是不同的一个族群社区，他进去搞不好就会被打所以这个是爱门的功能我们先不论说这个纠纷是如何造成的，那这个在爱门里面的这一些同为聚落里面的人呢，他们也不会先去问说，你发生什么事先讲完了再让他进来，没有，他就是直接第一时间就让他进来，然后门就关上了，先保护这个人再说先保护这个人再说。那在意义上，这个跟爱门圣经里的记载逃城的这个人有所不同但是基本上就功能上来论，就是提供了庇护的功能，这是类似的这是类似的。那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信仰的角度来看，逃城基本上就是我们说的上帝的救恩那上帝的救恩基本上就是要赐给那些需要救恩的人，愿意进来得到救恩的人这个就是避难所的概念。如果从救恩的角度来看的话避难所我们说逃城是提供给所有愿意进来的人的所有愿意进来的人的，基本上是没有条件的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他不会先问说你是否怎么发生纠纷的，你如果对的话，我再放你进来没有这样问，就直接让他进来。如同我们常常提到的约翰福音第3章第16节到第17节的经文这样说到，他说上帝那么的爱世人，甚至将赐下他的独生子，要使所有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恒的生命。因为上帝差遣他的儿子到世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借着他来拯救世人。经文这样说所有相信的人，意思就是说所有愿意进入逃城里面的人都可以得救。或许我们有人会认为说怎么可以这样子这样就没有是非了什么人都可以进去那到底圣经的角度是什么？我们记得那一位在耶稣十字架旁边恳求耶稣纪念他的强盗吗？他因为渴慕这样的救恩，所以他得救了。另外一位这个一样是强盗，可是他呢，他不屑，他耻笑，所以他就与救恩无关
进入避难所，我们说逃城，基本上是没有条件的。正如圣经里面说的，我们这个救恩是白白的得来，但是也必须要白白的舍去，也必须要愿意悔改向上帝。如同我们昨天也引用了，诗篇大卫王的悔罪诗，诗篇51篇第16节、第17节这样说道：你不喜欢生祭，不然我就贡献；你也不要这个烧化祭。上帝啊，我献上的祭是忧伤的灵，忧伤痛悔的心，你不拒绝。这个概念就如同浪子故事当中的小儿子一样，他因为愿意回家所以他就进入了他父亲给他的逃城，然后就得救了。这个大儿子呢，虽然与父亲住在一起，概念是逃城里面的可是他的心却远离他的父亲，远离上帝，因而他失去了救恩，没有进入跟父亲跟弟弟一起欢乐。那回到现在，我们的逃城到底是什么？上个礼拜二湾地区发生森林这个野火不是森林了那造成许多人必须要强制撤离。那他们的逃城，第一个是必须愿意离开，走得开了第二个是要到政府提供的一些庇护的地方，或是就离开远一点的去休假也可以就离热火远一点。面对武汉肺炎的时候呢，我们的逃城除了是上帝的保守，也要做好自己的防护工作，要勤洗手啊，戴口罩啊，随时清洁消毒啊等等这样的工作。或许将来会有疫苗，或许有药物，但是重点是我们是否愿意配合，愿意去执行，才能帮助我们进入逃城，能够得救。